大家好，24節氣中的夏至到了，中午太陽近乎在頭頂，也代表陽氣最盛。夏日養生從這一刻開始要更細心。炎炎夏日，再加上雨水充沛，華南沿海地區甚至可能遇颱風，濕熱容易積聚成暑氣，輕則感暑，出現惡心、倦怠，甚至嘔吐或腹瀉；重則可中暑、昏厥。戶外活動建議到海濱或林蔭做輕鬆遠足，避免烈日暴曬，並要時常補水，留意身體狀態。出汗後也要及時換洗衣物，避免穿濕衣受風而着涼。夏至雖熱，仍要以清熱去濕為原則，但切記不宜過食生冷冰鎮食品，以免寒涼損傷脾胃，影響消化。最後，汗出過多也會耗傷氣陰，因此更應清而不寒，補而不燥，適量補氣養陰，並保持心情清靜。道家講順天養生，心不煩躁，氣機更易調和，身體也更能安然度暑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